喺一個移動嘅5星級酒店住4日3夜係咩玩法呢？一個坐5個鐘飛機可以到達嘅旅程，我將佢延伸至65個鐘。今日我就要坐火車由悉尼翻去我遊客嘅城市 Perth 啦。4352公里嘅跨洲火車歷險 Indian Pacific， 我嚟啦！呢一間就係我會住3晚嘅房啦，早5晚3餐食澳洲菜，飲澳洲酒，仲飲埋下午茶。5星級酒店都唔一定包咁嘅服務啊！望住火車窗外面由悉尼嘅高樓大廈變成袋鼠群，飲啖茶又變咗唔同風景。最期待係佢會喺一條世界上最長嘅直線鐵路穿越一望無際嘅納拉伯平原，成個世界喺窗外面不斷咁變，真係好神奇啊！瞓醒睇日出，瞓覺啊望住星星，係爽啊！但係坐飛機10幾個鐘都話有電視睇啊，坐火車唔係靠玩 game 吧？梗係唔係齋坐啦，中途我哋仲會落車玩㗎。點解我哋突然間會落咗車呢？Follow 我睇下第一晚我經歷咗啲咩歷險記啦！